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新界東主區 Crystal 陳小姐，今日同大家嚟到呢 Sierra C 想介紹呢個啱啱入伙嘅一個全新 Sierra C 嘅1A 期同埋1B 期 ，total 咧有1500個單位已經陸續收伙啦，咁啊非常之多客睇樓嘅，咁啊我呢今日就轉頭同大家睇一個呢兩房開廚咁業主放賣呢，咁啊價錢相當合理啊，要排隊睇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 Crystal 陳小姐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咧啱啱入伙嘅呢個 Blue Tower Sierra C 1B 期一個一座嘅中低層 F 單位，實面積有444尺嘅，咁係兩房開放式廚房間隔，咁個單位咧望翻外圍啦，望翻開陽有個海景嘅。咁我而家睇一睇個單位嘅間隔同埋樓樓先。好，咁我介紹下呢度咧，就係呢個1期1A 加埋1B 咧，共用嗰個屋苑平台嘅 landscape 嚟嘅。咁啊，呢度首先就係呢個 Blue Tower 嘅一座啦，大家望下呢邊啊。呢邊一座啦，跟住呢二座啦，咁啊漸進式嘅，每一座咧個樓層都爭啲嘅，都係低密度嘅屋苑嚟嘅。呢度就3座，跟住就係5座啦。呢度呢4支樓咧都係叫 Blue Tower 1波期嘅。咁前面咧呢邊咧 opposite 呢度就係1A 期 Aqua 嘅 Tower 1啦 ，Tower 2，Tower 5，咁佢邊咧都係700幾個單位嘅，咁啊加埋咧有1500個單位已經全部賣晒，而家咧有啲大量嘅租盤咧，全部尺租咧都最少40蚊以上，去到46蚊嘅。咁啊一房嘅租金咧308尺咧，成交租金咧就係13800蚊。咁啊去到14,000蚊都租到嘅。咁啊兩房咧開放廚400零尺，300尾到400幾尺都有嘅。咁啊成交租金咧大概就跌住2萬蚊，18,000到2萬蚊。咁如果緊廚兩房半嗰啲咧，500零尺嘅或者係兩房加儲物房嘅咧，已經係租到22000到23000蚊不等㗎啦。咁如果大家興趣揾呢個租盤咧，或者係買嘅單位咧，想睇筍盤、睇現樓、睇環境咧，都可以隨時 call 我中原 Crystal 嘅睇樓嘅。咁啊，我再同大家介紹翻咧呢個成個項目嗰個配套設施同埋費用。多謝晒，拜拜。呢度咧就係 Blue Tower 嘅背脊 ，Blue Tower 一座嘅背脊。都有好多個空間設施可以坐，好靚啊！咁啊，望到呢個就係游泳池啦，有呢個1個啦、2個啦、3個啊，非常之靚啊，非常之美麗啊，係一個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啦。咁啊，前邊呢度咧仲起緊嘅。積極起緊嘅，咁呢度咧係，哇，好靚啊！真係同當初買1期嘅時候個模型係一模一樣㗎。我哋一齊望下，哇！佢樓底好高啊，真係唔講，我以為係一間5星級嘅酒店嚟㗎，真係靚得好交關啊！我哋望下嗱，樓底起碼都有3.5億啦，呢度我咁睇。嗱，呢度望出去全部都係啲茶座啊！全部都係綠樹庭園啦，一路望出去就係泳池，人哋就游緊水啦。基本上同出邊咧市區嗰啲咧5星級酒店咧，絕對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。咁呢啲位置應該係麥沙池嘅位置啦，我相信。咁呢啲就係啲淺水嘅嬉水區啦，俾小朋友用㗎啦。因為趁佢而家咧未完全起好，我哋望到個池底啊。咁啊前面都係咧。草木扶疏啦，都係一啲綠葉啊、樹啊咁樣山啊，有一個密集嘅山嘅。之後呢度再起咧，就會係其他期數，呢個唔係2期嚟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rystal， 我係呢個香港水星橙，今日同大家嚟到睇呢個西貢嘅後花園，位處於呢個烏溪沙站同埋西貢嘅中間位，咁啊旺中帶靜。
非常之人傑地靈，適合人類居住嘅地方。我今日想介紹俾大家咧，就係一個啱啱收樓 Sierra C 新鴻基大屋苑1、2期。嗱，呢度前面就係呢個1A 期同埋1B 期啦，分別係左邊4支樓、右邊4支樓已經全部賣晒㗎啦。咁啊，最高咧去到2萬蚊尺嘅，已經係。咁啊，2萬蚊尺就係特色單位、天台同埋呢個地下花園。咁我亦都有貴客咧幫小弟咧就買咗2間，所以咧幸運之神眷顧咧就買到2間，咁1間自住，1間咧就放租嘅。咁啊，亦都係2至3個星期內咧聖誕前後就會收樓㗎啦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揾咧，嚟緊咧亦都會有呢個聖誕嘅大特價。咁有興趣咧，歡迎你隨時 call 我查詢睇下，介紹下環境圖圖，我係相當之熟悉嘅專業推介。有興趣歡迎你隨時 call 入睇樓啦，拜拜。